过正啦。虽然迄是较早农村时代当时嘛是有缘充满着上帝的祝福。咱甲隔壁过来补景即个正月初一迄讲春节气氛讲祝你新年加倍祝福，好无？甲大家祝福一下。感谢主，今仔日呢，咱新春过了，这个主日咱要举行圣餐。以早咱是第一个主日，第一个圣餐就是有关春节过正的感恩的圣餐。第二个阶段就进入到咱所谓叫做过活节。我今仔日咱举行这个圣餐有2个节日会当合做伙。新春还未过，但是咱今仔日开始已经进入到叫做大斋节。大斋节，就是咱明仔载开始也要举行这大斋节的40天的禁食祈祷，这拢有3关联的有关大斋节来迄个介绍，咱伫周报内底有写，牧师就无重复表示讲，咱足慎重的要迎接主耶稣的受苦甲过活，咱进前40日就要准备有人甲号做大斋节，或叫做四旬节，旬就是10日嘛，四旬就是40日。这个拢是伫遐要备万心。当咱用今仔日来做圣餐，为你主的道，三甲纪念主的疼，咱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大声来祈祷。爸，阮的上帝感谢你，守守这个福气恩典，互阮伫新春过了的主日，三甲组织敬拜，愿上帝恩到阮伫地。主你的话诚侪阮属灵的帮助，搁诚侪阮生活的快乐。愿你的话感动我每一位，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会分享的主题，因为咱今仔日咱有圣餐，后礼拜咱要举行和会所以牧师甲这个信息呢，甲分做2段，安尼较袂讲伤济互咱时间无啥够当然经早小等会当搁做复习啦大先，咱是要学习讲伫新的一年。咱大家人都有计划，咱大家人都有一个目标。生活上当然咱工作事业也是生理，咱望讲会当有主甲咱固守。咱基督徒有一项真重要的事，就是讲你的经济、你的生活，毋是世俗的事啦，迄是属灵的事。意思讲，我的财富、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毋是讲足粗俗，是呢。你若甲属灵有关系，你就会感觉到上帝的照顾是足完整、足稳定的。咱也拢知影过正时世间人上爱拢是恭喜发财，拢是祝福你大家去庙寺，就是要讨发财金就是望讲安尼大趁钱。这是看到真世俗无毋对，但是迄嘛表示世间人感觉讲有这个经济的基础，你会较安心就对啦无论是好业人，也是普通的这百姓。但是基督徒有真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咱大人所有的人拢需要无毋对，但是迄个属灵的原则若对，这个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同款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你也下伫圣经的教导所以咱大家要学习讲，但耶稣伊安怎互咱善下变富足，就是伊家己的奉献的典范伊奉献的典范，伊家己先做奉献、做模范就对了。大圣是对旧约圣经箴言，上帝照着你的捐献、你的奉献来带来丰盛的教导，意思讲。你要丰盛，爱先付出，毋是你先得到才付出是你付出，你才有丰盛。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甲处事啦。是咱基督徒伫这平民的社会中间，咱这社会一个普遍的生态内面，你要安怎突破？你的观念、你的信仰价值要安怎突破？箴言。第3章甲咱讲，就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偷水的土产献予上主，你的册仓就会满满，酒窟有新酒出来。意思是
你爱献上上好的，毋是毋知啊无路用啊才要奉献，吼，迄毋是二手货哦，迄是吼上优秀的、上好的产品。所以，讲你用摊地上好的产品，就是初熟的土产，献互上主，表示对伊的尊重。大过圣经讲，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偷水的土产奉献互主。上帝爱要你有迄个尊重的心。上帝是充满万物的上帝，伊毋是欠才需要你哦，伊是看你有尊重的心，互伊看讲你看重上帝，比你家己的财物，比你偷水的较要紧。咱伫现代社会吼，讲偷水的，咱就较少看到、足听到啦吼，较少啦吼。也毋过吼，较早牧师伫较庄卡咧教会工作的时喏，定定接到迄个偷水的，你敢知影？吼，有个会友吼，伊都因厝种柑嘛，吼，哇，偷一遍挽起来才会柑嘛吼，伊就摕来奉献了上帝。当然，伊嘛摕一份互牧师，讲牧师啊，这是阮偷水的果子，互你食看嘛咧。咱现在吼有会友啦，会友即嘛做事的较少，嘛是嘛少。几个啊，吼，咱几个兄弟咧做事，伊嘛足爱讲，我栽着新的菜，我就起来分享，吼，有诶是分享互小组员，有诶分享互牧师，讲这阮新种诶，也食看嘛咧安尼，迄款诶心意，就是照圣经所教咱教示诶。你讲你下当将偷水诶初熟诶，咱后来演变做啥物咧？咱做许大人拢会教导咱诶囡仔。讲哇，你即马大学毕业啊，吼，去要食头路啊，食头路啊，哇，偷一遍了薪水吼，迄足价值，为人怎甲捡起来，无爱用。伊感觉讲，我人生偷一包迄个薪水袋啊，吼，足价值的安尼。是大人，咱基督徒拢会讲，你也会记咧奉献互上帝，因为上帝互你有即个能力，互你会当成熟出社会，开始趁钱。所以甲上好的奉献互主，甲初熟的，也是讲迄个头一遍修成的，来奉献互主安尼。那上帝用这个要求有啥物讲？伊讲你奉献所得到的赏赐，伊讲你安尼做，你的仓库就会充满这个五谷，你的新酒拢溢出来，对味道，这是中文的吼。台语较简单，伊讲你的切仓就会满满，酒库有新酒满出来。酒库有新酒满起来。因是为牧师伫咧牧养教会，常常我有真侪讲牧师，你爱讲什么道理，爱教导，吼，爱互会友知。伫我的感觉中，吼，咱的即个上帝10条诫，吼，头前迄5诫，5条，头前迄5条讲你爱做啥，你爱做啥，后壁迄5个诫讲你毋通做啥安尼吼。若佫甲缩较简掉的是，头前三条诫，就是讲你爱敬畏上帝，毋通拜偶像，毋通滥散称呼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个上最悬的原则，对无？第4诫讲，你着守安息日，你着守安息日，尊敬主做你优先。第5诫，佫教着应允，讲你着爱孝敬父母，你着爱孝敬你的父母。那对牧师了解起来，上帝伫圣经内底真明确讲，你安尼做，我就要祝福你的。除了头前遐敬畏上帝的部分，咱拢知影。一个是讲你着孝敬父母，你要互你伫世间的日子久长。佮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奉献。你若欢喜将你上好的奉献互主，你就要亲像今仔日经在写的，讲你的切仓会满满。酒库有新酒满出来，兄弟姊妹讲起来真简单话真水，但是这甲咱人的人性是无啥相共的，敢毋是？吼，咱伫庙寺吼，是先摕钱呢，先摕来啊。我先摕发财金啦，后摆我趁着啦行李。但是甲上帝讲，毋是，你爱先摕来，我才互你。吼，这个次数无共款。所带来的应允就无共，基督徒哪会当摸清楚这个道理？你的一生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啊，耶稣基督用伊家己做模范啦。哥林多后书8章9节讲，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他为着恁的缘故，互家己诚侪颂香，目的是为着要恁对伊的颂香来诚侪富足。吼，这个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意思讲，我原来不有，啊，我欢喜为着恁来善车，啊，我要互恁的善车变作不有。这是耶稣基督是最悬的奉献，上至高的奉献。台语安尼读，伊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了恁诚侪善车，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诚侪富足。兄弟姊妹，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咱的主吼，毋是空嘴报纸，甲你讲啥讲啥，伊是家己做模范，先做起，互咱看。耶稣安怎做？伊是完全的奉献伊家己，伊舍弃家己的富足，诚侪颂香，为着为奉献。达到一个上悬的标准模样，就是彻底的奉献、彻底牺牲安尼。咱兄弟姊妹，既然咱尊敬耶稣基督做主，咱军队耶稣讲我要做基督徒，啊，伊做的模范，你讲啊，这参考看卖吼，啊，想看卖，敢做会来？当你有邀约的时阵，你的恩典就已经拍折去啊。咱的主。伊是应允的主，伊是万补的主。伊既然安尼甲咱讲，你还阁有啥物通怀疑的？所以兄弟姊妹，凡若是属上帝的人，耶稣已经互咱的颂香诚侪富足。伊要甲咱讲，咱是上帝的囝。既然咱是上帝的囝，上帝是即个富爸爸就对啦吼。咱现在话讲，上帝是一个大补的上帝。我的天父是大补的上帝，我是安怎看家己是颂香呢？吼，这矛盾吧？所以。当你看家己是富足的时阵，迄个心态都无共款啦。伊讲要有富足的心，不是贫穷的心啦。逐项讲拢嫌这嫌迄，啊，拢敢无，啊，无到最后拢总无啦。兄弟姊妹，耶稣基督做模范，啊，保罗伫这段经文内底，伊毋若用耶稣做模范，伊是后壁讲的哦，是头前讲。马其顿的正教会，因同款学习这款奉献的精神。马其顿的教会，这马其顿，那照现在地图来讲吼，就是今仔日有一个国家叫做马其顿，咱知影吼，马其顿共和国啊，诶，无偌久以前才成立的，啊，就是伫希腊吼，希腊的北边啦吼，希腊的北边安尼。啊，迄个所在地区有菲律宾教会啦，啊，阁有帖撒罗尼迦教会啦，吼。啊，这个所在伊叫称呼讲马其顿地区的教会啦。保罗毋是甲咱讲一间哦，是地区的教会。啊，这个地区的教会吼，伫这个教会是安怎？保罗会讲起这个话呢，是因为当时伫保罗的时代，捌发生伫耶路撒冷遐有发生大饥荒啦，真侪难民就对啦吼。咱知影讲无通食，迄是世间上艰苦的事。啊，所以呢。遐基督徒听到讲，因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需要赈灾，去帮助侪人，所以大家就捐献，请人哦，安尼虔诚哦，赶去到炸这的银两吼，来去到耶路撒冷要赈助遐个人。保罗描述讲因安怎呢？伊讲兄弟姊妹，我爱恁知上帝互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伊是先讲上帝互因有恩惠哦，表示讲这个人因虽然极其欠缺，但是因有恩惠啦。第20节开始讲，因有对患难经历真侪考验，还佫充满欢喜。迄是毋若讲欠尔呢，伊嘛真侪苦难，真侪危险性命交关呢。伊讲虽然非常善车，还佫非常慷慨。这就是有个一个矛盾啦。我著善是安那，佫有慷慨咧，这就是心智的问题嘛，富足的心态的问题嘛。第3节吼，第3节讲，我会当甲恁证明，保罗吼，伊家己亲身证明讲，因已经尽因所有的奉献，甚至超过因的规律，超过家己的能力就对啦吼。家己都无咧欠伊嘛是甘愿欢喜，因为伊相信上帝。
因热切求阮热切咯，拜托阮，互因有参加救这犹太信徒的公营啦。哦，人要捐钱吼，人要帮忙人哦，佮拜托你互我捐，拜托你互我捐安尼。啊，顶日有一个咱的新闻啦，讲一个咧骂一个残障的候选人吼，啊骂过正这个律师煞过身去啦，吼过身去啦。啊，迄个骂伊的人哦，煞感觉心足虚啊！我捐100万一批吼，毋通讲恁接纳要捐互这罕见基金会。啊，罕见基金会讲啊妈，我无爱替行你骂才要捐互我，吼，迄种钱我无爱滴。嘛有人无爱你捐的咧，但是马其顿教会讲拜托的，互我有份啦。哇，实在是心智足互人感动吼。啊，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见证讲。因安尼做，毋若超过阮的期待，甚至尊叹上帝旨意，大声将家己奉献予主，然后交托阮。意思是讲吼，因毋是安尼足良善的才咧奉献，是因家己都无啊。但是知影另外咱同信的兄弟苦难若无就无性命，所以甘愿付出，而且表示讲因先献家己啊，那是。物质上献祭是心智完全的奉献予主，啊，这是这段马其顿正教会的一个模范。咱来简洁来讲，做这个摘要，就是讲马其顿正教会的奉献精神，第一，因经历患难，受严重的考验，但是因为信仰充满着快乐。人会当伫苦难中要快乐这款信仰，迄是无拄着毋知啦。咱人拢有拄着艰难的时阵，你感觉佫会讹落上帝？你敢会快乐讹落上帝？早起牧师咧看迄个 Good TV 的节目内底，迄个讲员咧讲，约伯拄着世间上大的苦难啦，但是伊虽然拄着苦难，伊大声讹落上帝。哇，人伫苦难中要咧讹落上帝，迄实在是足无简单的事。但是马其顿教会有这款的精神，莫怪保罗写批予哥林多，讲正教会。这正教会拢安尼有这个奉献精神，因虽然伫极度的丧向中，依然真慷慨来捐助，困苦但是欢喜奉献。第三，因的捐助是照因的所为甚至超过因的亏难，这毋是勉强的，毋是迄个不乐之捐，而是大家甘心乐意。所以这款事。有啥物奇怪？有啥无共呢？唯一的解释是啥物？马其顿正教会看家己是富足的，伊毋是欠缺，伊毋是苦难，讲哎呀，我这可怜啊，无人可怜我，搁要帮人别人，毋是，因感觉伫主的内面，我是富足的。我种富足的心态，就是伊还佫会当互人。所以像即位，迄讲好业甲丧香迄意思真多呢。毋是恁兜的财宝遐多，迄就是好业。咱几十年前台湾流行一句话，讲好业甲存钱，对无？有捌听过好业甲存钱，意思讲你事实是足丧香，敢若你有银行有钱啦，但是你根本心态就是丧香的啦。咱基督徒就是毋是安尼，就是我无，但是我感觉我是富足的，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老爸，天顶的爸。若是安尼，这个富足的心态，互马其顿教会做出模范，而且嘛咧对咱正教会讲，这种健康的心灵会甲教会来提升起来，互教会的境界更加扩张。迄个丧向无健康的心态，实在是互人更加散洽，格局更加小就对啦。讲到这遐尼一位，我拄仔讲。上帝伫10条诫中间要求信伊的百姓都要安尼。其中加上这个奉献，是加上上帝讲有应允的、有祝福的命令。你表示讲有真多的命令，伫主来看要紧的是这，因为这是较有应允的。所以若是做一个牧师伫遮咧讲到奉献的时阵。可能有真侪人对信仰无了解，会讲牧师，
啊，敢是最近教会欠钱啊，所以长老叫你着爱讲奉献，这态度唔对，这想法唔对。做上帝的奴仆，若无甲这种祝福的道理，将恩典丰盛的道理讲互大家听，啊，迄才是牧师的实质啦。啊，所以当咱有即款的态度了后，咱就知影讲，马其顿教会是安那，互保罗先生来学了，来祝福。搁像，咱若是伫咱的周报内底常常咧呼吁教会啊，你即位你就你所有甘心乐意欢喜奉献，毋是因为教会欠，是因为你要带有上帝祝福互你。当然，咱教会的财务人员足尽心，甲这个会友奉献的金钱，咱好好来甲伊运用，吼啊，互伊成做上有好路用的。比如讲，咱做门徒造就，咱来做宣教的工作，咱来关心遐个艰苦也是弱小的教会。咱真侪人足惯势11奉献，我嘛咧甲咱的长老大家三个勉励讲，既然咱会有11奉献，咱嘛望咱的富强教会，成做一个11奉献的教会，就是一年吼。有1/10是对外咧做工的，传录音的工，关注送香的啊，对正教会还是对总会奉献，啊你唔才有下着咱家己整体的一个标准，啊这拢是看到上帝的应允甲祝福，因为我先看到有，唔是看到无，看到上帝的应允，啊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讲，是安那即款的道理吼，一般的社会无人了解。但是基督徒若无了解，也是足可惜的。奉献，互你的生命更加丰盛。所以丰富奉献的概念吼，有一种生命传续的丰盛呢。你感觉想讲奉献，还较先，都减小看，减，你拢用安尼看，奉献是咧丰富生命呢。因为第一，奉献互生命更丰盛。进前吼。过正的时阵我有听到一条咱台湾吼，我这个年纪应该拢捌听过一条民歌啦。啊，民歌吼竟然是写奉献，民歌是写奉献哦。我奉献是什么意思啊？原来伊用这种足歌词吼描述生命甲自然，迄个彼此分享、彼此奉献的美好就对啦吼。啊，我若念这歌词，可能咱甲我牧师共文会的人可能捌听过吼。民歌奉献。伊讲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这是第一句啊。长路奉献给远方，捌听过无？好，捌听过哈。等于你甲查迄 YouTube 你就知啊吼。啊，我迄代少年人，这条歌应该是歌词真水啊，音乐嘛真水。第二节，你讲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第三句，一直在问啦，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表示讲，这大自然，医生讲的是这大自然嘛吼，大自然是长路、玫瑰啊、白云、江河。因拢咧奉献啊！啊，我要奉献啥货呢？我一定想，一直找，一直想，一直想。过来一句讲：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最后，大概伊就4个对象就对了吼。伊讲：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有一种看见这大自然，因为互相奉献的水，啊，我咧问家己讲，我到底会当奉献什么？所以今仔日若要讲这大自然的永续，吼，这个生命会遐尼丰盛，毋是因为我抢夺呢，我想要我家己买，是我欢喜奉献出去，来造成这个丰盛，兄弟姊妹。所以奉献较公义的表现啦，咱毋单只看到金钱啦、物质啦，
奉献较公益的表现，也包含着智慧。你有把你的智慧奉献出来，一寡科学家替咱发明足多好用的物件，奉献你的劳动力，奉献你的贴心，奉献你的关怀，上无吼来到教会奉献你的笑容，安尼敢无？笑容嘛，笑容互咱看着讲，哇，安尼如沐春风，安尼嘛是一个奉献啊。这就是一个大自然水的交流嘛。所以咱知影生态永续，就是包含众生物的彼此奉献所造成的。你敢知影？咱逐年拢有迄候鸟对北部飞来到遮，啊，再搁飞去南洋，啊，再搁飞倒转来，看起来安尼才是一个足规律的工作。但是对大自然来讲，迄有真水上帝所创造的奥妙。咱知影飞鸟，伊会食果子，啊，食果子吼，食咧腹肚内底，啊，伊排泄出来吼，哦，有肥，搁兼精子，你敢知影？啊，所以这就是一种奉献啊。大自然遮侪奉献的道理，咱拢真了解啊。啊，所以吼。那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基督徒的信仰，咱是先有付出才修行的原理，先有施才有得啊，有施就有得。有一个小故事咧讲到吼，一个种果子的做事人，啊伊吼对朋友送伊吼足好的迄个果子的迄个，咱叫做啥？叫做迄个栽啦吼。哇！迄品种真好诶，果子栽，爱着伫个园啊吼，栽落去吼，哇！迄个透水诶果子吼，搁甜搁水安尼，哇！感觉迄届吼，伊收成真侪啦。啊，因隔壁厝边逐个拢嘛咧做事咧种果子啊，所以就讲，哎呦，猫咪兄弟啊，啊你种这果子遐好吼，你敢袂当吼，互我耍栽一个啦吼，安尼迄个幼苗，互我种好毋好安尼啦吼？你想这个做事人安怎想啊？伊无讲好，迄阮的秘方哪会使互你的吼？伊讲好，免客气吼，来刷栽。我毋知影果子安怎话是用接机的啦吼，话啦是用个栽培幼苗搁去栽啦。哇！伊怎互因厝边头尾逐个人拢煞去刷栽，因为迄果子真好。啊，伊的朋友伊的亲戚就问讲：哎哟，你有够戆呢？啊，爸爸咧种果子，啊你若好的果子，啊伊嘛有，啊你就竞争来啊！伊讲毋是安尼，我欢喜分互因安尼。到后来，若是因家己一区园的果子生产了非常的水，非常的好，因隔壁厝边逐个拢好。啊，伊才甲伊的朋友讲，你敢知影？我这果子栽落去吼，毋是干那伊家己咧大丛咧水呢，因为吼果子一个到时阵开花啊。迄个蜜蜂啊，飞来飞去，伊敢会想讲，即区园是你的，我毋通飞过啊，嘛是飞来飞去啊。原来，迄个蜂飞来飞去，就是咧授粉啦。啊，所以伊甲迄个好的果子的粉摕去迄边，啊，若迄边是歹果子吼，迄个粉袂烧烂就袂水啊。所以意思讲，你若去歹果子的粉摕来我的好果子，啊，就无菜去啊。所以伊就是讲，大家共好。大家共好就对啦。你的好的花粉传互你，你的花粉嘛传来互我。啊，若干恁兜的花粉好，别人的花内底要结的果子歹，你可能就袂得遐多。啊，这就是先欢喜付出的道理啦。我通去食无书吼，伊讲伊细汉的故事真感动。伊读国小要毕业国中的时阵吼，发生身体吼有气管发炎安尼。哦啊，因老爸爸母吼，足毋甘带伊去看医生啦。后来去找到一个老医生吼，去互看，治疗真有效果，啊，就继续去互。啊，迄个老医生知影讲啊，食无输的爸爸吼，因咧做事啊，厝里吼，迄事啊无讲偌修行偌好就对啦。伊听到安尼吼，怎啊讲来，阮遮吼。有迄个足好的迄个奶汁的幼苗，你摕转去栽看觅咧。啊，就安尼吼，
谢牧师的爸爸，把这幼苗摕倒去伊的厝的园仔种。后来真正，哇，迄奶子发了非常的水，啊，佫非常的好，非常的甜。谢牧师讲吼，因为即个老医生会疼心啦，吼，伊的厝迄阵奶子吼无足大出的，无足侪人有，啊，所以果子出来就真有价值，袂歹。啊，因为伊出的果子佫真好，啊，所以互因有够野的收成。通互谢牧师看病后来好起来啊，佫伊的家庭吼也得到好的迄个保障安尼。啊，所以你会看见讲，即款有死才有得的，迄是何等的宝贵啦！啊，基督徒就是有即款的心智。兄弟姊妹，有一个出名的圣徒就是约翰卫斯理哈，卫斯理约翰。这卫斯理就是咱现在卫理会的创始人啦，英国吼。英国的卫理会创始人，伊教导伊的会友，还是讲伊的教导是安尼。伊讲第一，爱拍拼来营生，来用咱台湾话就讲爱拍拼趁钱啦。啊，有人讲哦，啊牧师你若伫台顶讲叫人拍拼趁钱，咱咪讲啊你伤粗俗去吼。毋过好佳在这是出名的卫斯理约翰教的吼。伊讲你爱拍拼，啊拍拼趁钱的意思是讲你爱认真工作的意思啦。你问基督徒讲啊，上帝万补的上帝，啊你规日拢倒伫遐，也无要讨趁，啊讲上帝是补的，毋对啦。你爱拍拼，你爱认真努力工作啦。啊，你认真工作，爱佫有智慧哦，吼。有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犹太人趁钱的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安怎写呢？伊讲第二次大战的时阵，因为犹太人拢互德国人掠去关，对毋对？有一对爸仔囝，用关入去集中营内底。哇！所有的财产拢互收了啊，拢无半仙钱啊，就对啦。所以老爸就甲囝讲，囝呀，咱较早欠的迄拢无去啊，纳粹一定甲咱收拾充公去啊。现在唯一剩的就是咱的财富，是咱的读壳。吼，你都无钱财啊嘛，所以剩读壳尔。所以会记得。当人讲1+1等于2的时阵，你的头脑都在想讲1+1大于2。好，迄就是讲趁钱爱有步数，就对啊，趁钱爱有迄款的方法就对啦。啊，咱知讲犹太人哦，是安那全世界上好嘢是，伊毋是比人较高，也是讲贪心共抢，伊用头脑趁钱安尼。啊啦，这个故事安怎讲呢？就是讲，因后来好佳在，足侪犹太人过身嘛，600万嘛。毋过，即对爸仔囝活落来，后来互人送去到美国，啊，拢无半线就对啦。因去到住伫休斯顿吼，因就开始讲啊，无咱来做一款生意，做重的生意、重器的生意啦。有一天，即老爸问因囝讲：你知影一磅吼，一磅大概2磅外，那1公斤嘛吼，1磅的重是偌侪钱啊？伊讲35仙，35仙，吼好。因老爸讲：这毋是我要压的答案。规个德州的人拢知影，每1磅的价数是35仙，但是你做犹太人的囝，应该讲1磅的重是3块半，35仙甲3块半是偌济呢？加几若倍对无？所以因就讲：安尼这重吼35仙呀，咱来做啥物呢？来做门钳啊，就是吼人咧弄门啊，有一个重的钳啊吼，迄卖去就变3块半，伊就要变巧嘛吼，啊所以迄个重就价数就起来啊。过来，过去足侪年，伊老爸过身去啊，伊个囝又安尼做重的生意。伊若是甲重做咱这门的门钳啊，也是讲门咧弄门迄个钳啊，伊吼，甲伊个重做甲，互迄个水洗的迄个钟表行迄个簧片。吼，做迄个簧片，咱下较早啊无电动的，就是用迄种机器的吼。啊，搁哈去做人个奥运的奖牌、铜牌，哇！迄价钱就搁加足好啊，对毋对？吼，啊，所以伊变做1磅的铜吼，卖到3500块美金。兄弟姊妹，安尼还搁无够。伊迄阵已经是即个囝儿已经是一个铜的公司的董事长啊。伊就照伊的老爸教示。趁钱爱付出，爱认真，但是爱用头脑。啊，所以吼，互伊后来真做一个大好嘅人的原因是因为，伫纽约，
咱在纽约上出名的地标是倒呀？就是一个自由女神对吧？吼，这自由女神迄是法国人送伊的啊。你踩伫遐，风在吹，海在吹，海洋在吹，哪有可能袂歹呢？所以，久久啊，都爱做整理就对啦。伫1974年的时阵，政府为着整理自由女神有一寡物件的翻新啦，迄废料吼变粪扫。讲有人买无人买，因为迄粪扫你袂使乌白蛋啊。咱讲废弃物清理法咧，你若用无好势会破散去啊因为纽约的政府伊处理这会非常严格，毋拄好就麻烦所以几个月拢无人去标就对啦。不过这个做囝这董事长听到，马上坐飞机到纽约，看到迄自由女神翻修了，迄一大堆废料拢拼伫遐。哇，有铜啊，有螺丝啦，有材料啦，伊就马上去甲州政府讲好，我来负责甲你招标，我来这废弃物拢我来甲你处理就对啦足侪运输公司讲，哎哟，这个头壳歹去啊！这废料你也要共整理安尼，无好势你就无生理哦，你就破散去啊！毋过，这个犹太人伊安怎想呢？伊甲迄个废弃的铜料甲做一个迄个自由女神的细仙的就对啦，像咱的公仔安尼一仙一仙，甲遐阿门头甲茶，佮甲加工做迄个底座啦，踩伫迄自由女神踩伫顶悬的底座就对啦。甲迄个废弃的盐啦，也是迄个阿鲁米啦。哇！伊拍做迄个自由广场的钥匙啦，哇！你甲看，原来是无爱铁的物件，变做纪念品，大家相齐买啦。甚至伊头脑用到什么程度，连迄个自由女神弄落来遐土粉，伊拢袂，伊讲遐土粉甲整理里讲一包一包甲整理起来，讲叫做自由之城自由的迄个花夫互你去恁兜的花园去用迄个花店安尼所以一个无人要滴的废物，伊家用甲全部拢是钱财所以兄弟姊妹，我讲这个人有迄个智慧，咱无一定有，但是意思是，这个为什么约翰爱咱讲认真拍拼你才会当对上帝领受到智慧嘛，互你。用头脑趁钱是用好的，若无用努力趁钱，实在是足慢啦。但是毋是用投资啊，毋是用迄种歹的方法啊。第二咧，为什么约翰讲毋是干那认真趁钱？第二，你都爱尽量来存钱啦，欠钱，爱累积你的能力。最后一项上条，伊讲爱尽量来奉献、捐书啦。伊讲这个是上大的祝福。所以有认真拍拼，用智慧趁钱，认真来欠，认真来奉献，你对上帝的原理来讲，就是一个运转。兄弟姊妹，时间的关系，牧师最后甲咱分享讲，上帝的法则是甚物？上帝的法则就是讲，金钱上界有价值的运用，毋是干那投资什么珠宝投资什么股票，上好的运用就是奉献，而且给越多就得到越多。第四，咱有一个有神思想，有神思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我是有上帝的思想啦，有这个大好嘅董事长的老爸的想法，所以有能力奉献的，咱知影伫这世间，基督徒有能力奉献的，无一个是送养人，无一个是乞食，因为你是丰富的，就像马其顿教会同款。虽然送养，却有人会当互人。虽然欠缺，佫会当分享。第三，看家己是一个富足的人的心态，你就会当付出去。送养的心态，人会拿送养。兄弟姊妹，伫新春开始，咱逐个人拢计划讲我希望讲今年我的事业会通搁较进展，我会当成做一个丰盛的一年。但是圣经甲咱讲，你爱先付，你爱先给，毋是先摕，是爱先给。所以当你有一款心态时阵，上帝已经把你的祝福放伫你的内底。结论来讲，咱的心灵像是一个器具像一块碗，还是一个盘安尼。
嘛是一条道路。咱感恩奉献的心，就是迄个器具啦。你感恩愈大，迄个器具要对就较侪。伊是道路，通有福气对这条路入来。我咱兄弟姊妹，咱后礼拜过来三甲分享讲，这个奉献的道理是买甲毋知甲毋知，愿意甲无愿意，毋是你无法度。愿主，互咱福音教会兄弟姊妹拢了解这个奉献的真理。耶稣基督互送享诚侪富足的道理，咱通领受这个对天顶至大宝贝的祝福。这甘有应允的祝福，甘有应允的教示。感谢主，兄弟姊妹，咱线接要来举行圣餐，牧师先带咱做一个祈祷，了后咱请准备，请小会员来准备，同心来祈祷。主愿的上帝，感谢你将这个宝贵的福音的信息，这个教导赏赐给阮。我要活伫丰盛的内底，我要活伫富足的内底。主耶稣用伊家己本身做模范，就是伊本来是富足，为着阮诚做颂香，目的是要阮对伊的颂香来诚做富足。主啊，这个有点仔甲人性无啥相共的道理，主，互阮凭信心来领受，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活伫丰富的中间，是富足的中间。互阮的教会也是共阮活伫一个丰盛的中间。感谢你赏赐阮这款的智慧、甲开力、甲信心。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坐咧吟，要来吟首圣诗吼。圣诗365首，伫咧吟诗的中间，咱大家备办心吼。较坐较远的所在，咱较就近。